今日會幫大家占卜測對方中唔中意你，你哋可以揀選 A、B 或 C。抽 C 嘅朋友咧，其實咧你哋過往咧呢一張牌啦就係地火明義啦，有冇感覺？佢對你有感覺嘅，但係頂多都係處於喺一啲曖昧嘅狀態啊，俾唔到一啲 commitment 俾你啊，又或者未係去到中意到我承認啊你係我另外一半啊呢一啲嘅狀態，有好多阻滯啊，會覺得第一啦冇安全感啦，信唔過啦，又或者覺得大家冇未來啊。嗱咁咧我見到咧中間都會有一個拉扯感，有個拖拉嘅過程喺度嘅喎，例如啦都會有另外一方會覺得我要好好去努力啊，我要好好去 keep 住呢一段關係啊，其實最緊要就係你有冇結果嘅啫。但係咧，我見到最尾都係不了了之，因為有天雷無妄。其實天雷無妄就係諗呢一件事，你諗多咗啦。呢一件事就算你點樣嘗試都好，都係無疾而終啊。嗱，由於呢一個係一個大眾嘅占卜，會摻雜咗好多唔同人嘅能量啦，所以如果你哋想針對性了解自己嘅問題，可以私信俾我，然後進行呢一個1對1占卜嘅。另外啦，就係3月份我哋就會開呢一個易經塔羅占卜班噶啦，而家開始已經招生，所以如果你哋有興趣想了解更加多，又或者你自己都想成為占卜師嘅話咧，你哋可以即時馬上聯絡我噶。